这个人啊，最怕老鼠了。把他跟27只老鼠放在一起，我看他明天出来什么脸色。打我！他林夕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，切，吓死他！怎么样，消气了没？不是替你报仇，怎么就成我消气了？这本来就是比武嘛，是签了生死状的，哪有去寻仇的道理啊？不要随便打打杀杀的。我们三公主好善良啊！善良？你们三公主这招真够损，一下子抓了27只老鼠，累死我了。那也总比你们家少君那么狠好多了。我们少君跟你们三公主，一个狠，一个损，8倍。子然，跟我走。是属下疏忽，居然有漏网之鱼之属。你给我离远点，白姐，再远点。走，子睿，走。少君，请给属下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吧。不必了，本少君要重重赏你啊！那个，叫我来干什么？我们少君特意花重金下注，赌三公主您能荣登城主之位，想给您一个惊喜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茶馆的赔率实在是太大了。就这么跟你说吧，现在我们府上是整个花园城最大的赢家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的钱回来了？准确的说呢，应该是你的钱从你手上给花出去了，又从我手上给赚回来了，顺便给你挣了点利息。原来是你帮我赢了温氏。不用谢我，我说过要给你想要的东西。我不如甚骚。什么意思啊？不愧是玄武城少城主啊，你太虎了你！虎是什么意思啊？夸你帅呢。我怎么觉得你有点生气啊？你客气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谁说要当少城主的？不是，久闻三公主任性啊！今天我算是领教了，不知道我为你筹谋少城主之位有什么不好的？你给我什么东西之前，能不能问我喜不喜欢，想不想要？我送你的东西，你怎么会不喜欢？三公主，游街的吉服已经送过来了。少城主我是真不想当，这衣服是真好看。少城主，你这件礼服可是用上好的绸缎制成的，金贵的很呢。一回打马游街祠堂祭天面见城主，你就是要少儿诚意来，咱也来少城主。怎么又是游街祭天拜堂？成亲的时候都免了，这次不能一起免了吗？他怎么来了？人家好歹也是你的夫婿不是？一组织，你俩要一起完成收封礼。那